那么今天是马阿夏季课程的第2堂课。那么我们可以说是第2届，所以是延续了去年的这个课程。那主题内容主要是讲到密乘，但其实去年到现在也都并还没有讲到这个密乘相关的内容，主要从这个印度的文化还有原始佛教开始讲，所以还不确定什么时候真的能够开始讲到这方面的内容。但就像总之今年的课程像昨天谈到的，那有几个部分就是要讲到有关原始佛教当中有几个内容是想这一次跟大家分享的。那么主要讲到其中的这个僧伽还有戒律还有寺院的形成的这个部分，然后里面讲到了这个僧众的生活这个部分。这个投影好像不是太听话，它自己会自动又跑掉。所以我们现在会讲一下当时原始佛教僧众的生活情况。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当时僧伽的这个他们的秩序是什么，就是说因为他们是一个团体，所以在里面会有这种他们的比如说座位的排序，或者他们的这种长幼的顺序，这种排序是依据什么来安排的呢？那么僧众的这样子的安排，最主要根据的是跟一般的社会是不一样，主要是根据的是出家的年数，也就是所谓的法腊或者说戒腊而定。所以比如说先出家的，比如说比丘戒会尊敬的就是先出家者，比如说沙弥的话也是依这个他谁先出家，那么就会安排座位的先后，那么尤其谁先受戒，那就会安排在前面。那么尤其这个比丘，那因为我们说比丘所受的叫做具足戒，它是一个圆满的具足的这样的一种戒，而且它是为了得到解脱而受的这样一种圆满具足的戒，所以它是很重要的。所以因此在这个比丘呢，他的这种次序安排更是必须依照的是这种戒腊或者说法腊它的这个高低而安排的，而不是依照这种什么政务深浅而安排，而且律典当中也不会说是按照年纪这种大小而安排座位，是不会的。比如说如果今天有一个80岁的老僧，再有一个是可能稍微年轻的20多岁的一个比丘僧，但如果20岁的这位出家众他先受了比丘戒，
而那位80岁老僧他是之后才受了比丘戒的话，他还是80岁老僧，他还是要坐在后面，排序是在后面的，因为是要按照戒腊来安排这个座位的。所以这是一个重点，不是按照年纪，是按照戒腊。再一个重点就是刚刚说，它不是因政务深浅而安排这个座位的。那一般来说，有时候会按照说他的政务很有羞耻，很有修为，所以会礼遇他坐在前面。但是按照原始佛教来看，当时的戒律并不是这样子来安排座位的。无论你的政务深浅，主要是看你的受戒的这个年份而定，来安排你的座位顺序的。所以当时这样子依照法腊、戒腊、高低来安排座位这种的规矩是非常严格的。这里呢，我想附带的提一下一般我们说在一般世间的社会上，我们会很重视，比如说尊敬长者，但是在僧团里面反而会更重视的是这个戒律的受戒的年份。但是到了密乘里面，主要重视的是政务的深浅。但是你看律典当中重视的又不同。那么在讲到藏传佛教当中的话，特别是按照主要是按照这个比较是看这个地位的这种身份地位来安排座位了，这是藏传佛教的一个特色。在恰美山居法这样一部著作当中，里面有一个有关于就是座位跟这种身份地位的这样一个道歌恰美人界他就提到说，这样的一个传统，它不是律典的传统，也不是密乘的传统，它是来自于哪里的呢？是这个中国皇帝的传统。那在西藏文化里面来说，这个所谓的中国的皇帝，它主要指的就是元朝的皇帝。当说霍用这个词来形容，是指元朝的皇帝。然后当说牙的这个皇帝是指明朝的皇帝，然后再来另外还有会用一个词形容清朝的皇帝。所以无论是指元朝、明朝，还是指这个清朝，就是满洲皇帝，总之在这几个时候，当时的藏传的很多的喇嘛都成为了当时中国皇帝的国师。举例来说，元朝的时候，当时元朝的国师就是88尊者。明朝时候的，这时候明朝皇帝最重要的这个国师就是这个第5世噶玛巴德兴谢巴。清朝就是观音尊者、达赖喇嘛尊者。所以当时很多的藏传的喇嘛们都成为了这个中国皇帝的国师。所以因此这个缘故成为了国师之后，所以大家都要特别的恭敬，因为如果你对国师不恭敬，就有点像是你对于皇帝不恭敬是一样的。所以就会有很多的，比如说垫上红色的这个铺垫，然后这个连印章都要红色的，然后还有很多的迎请吹奏的仪式也都不同。所以从世间法上来看，这像是世间的这种礼遇的一些形式，但从佛法上来看，其实并不是那么的重要。
那为什么说它并不是那么的重要？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我们噶举的祖师马尔巴义师、密勒日巴尊者，还有冈波巴大师，还有像杜松坚巴、直公等等，直公大师等等，他们都像是如佛一般。像这些祖师，他们有得到过国师的这样的称号吗？或者他们有得到这样子的皇帝的玉玺吗？这种印章吗？也都没有的。他们没有得到过任何的册封。或者我们说噶举派里面也有提到说，这个四大八小，无论这个名称是好是坏，有些人可能不认同这样的名称。无论如何，在八小里面啊的源头就是帕姆主巴。那帕姆主巴，他也是冈波巴大师里面弟子当中最重要的一位大师，甚至说他是头上是有这种宝伞的，复兴视野非常广大的。那这位帕姆主巴这么样一位大师，他弘扬佛，在教法传法的时候，他做的垫子是什么？就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这个皮垫而已。所以如果自己有很好的修为，有很好的修为德行，座位是第一的，没有任何的庄严，也都他不会有任何的不适、不舒服，或者觉得内心如坐针毡不舒服，都不会有这种感觉的，是非常自在的。我也想说一个和这个相关的一个故事。密勒日巴他有一个弟子，如日一般的就是冈波巴大师，如月一般的就是惹琼巴。有一天，惹琼巴他就想到了噶当派的寺院，想要拿到一碗茶，所以他就跑到这个大殿里面，就坐在了这个大殿里面座位的最后面。但因为他是一个在家众嘛，惹巴，所以他穿着是白色的这种布衣的服饰，他没有穿红色的这种僧服。所以当时大概是大殿里面僧众寺院的纠察师，所以他就说：“你这个白色的羊哦，白色的山羊，你是没有办法算在这种红色的羊群里面的，所以就把他赶出去。所以也不管3721，就把他抓着，就扯着，就把他赶出去了。不只是这样扯着拉着赶出去，而且呢，他没出去，他还没等他全部出去，他一只脚还在里面的时候，就把门关起来，结果他的一只脚还在里面，这个就被压到了，压到他痛得不得了。那时候惹琼巴就非常的伤心了，他就唱了道歌。当时有一位贾瑜瓦，这位大格西噶当派的大师，他一听到这个道歌，他就知道说：“哦，唱这首道歌的人哦，可是一位不得了的修行者。”他一听了这个道歌之后，他就感动的哭了。结果他就请惹琼巴到他的跟前，然后他还跟惹琼巴这个请法，然后依止惹琼巴为上师。所以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惹琼巴他没有做到法座的就是僧团的最前面，他坐在最后面，甚至还被赶出去，但是他却成为了噶当派贾瑜瓦大师的上师。
另外呢，还有一个故事。那么有一次呢，在日喀则的一个萨迦，不知道是不是萨迦祖寺，总之一个萨迦寺当中，总之僧众就在争吵着，对于这个座位先后在那争论不休。总之，这样的一个寺院里面，有一个精通英明的一位大师，也很出名的一位智者，他就到了这个寺院，但是他也被安排到了很后面。那他因为是个智者嘛，他也有一些学者的这种一种傲慢吧。他当时就觉得说，他就心想，我是一个智者，结果他也有点生气，竟然没有把我安排在前面的座位。所以隔天一早，他就修法的，就聚会的时候，他就牵了一只驴子进去。他就把这个驴子呢身上就披好了3法衣，然后就牵着进到了这个大殿，然后就一直牵到了前头，就座位的最前面前排前头。那所有僧众就这样一路看着这个驴子被牵到了前面，就觉得奇怪，这个人干嘛把一只驴子牵到前面来？这时候藏那宝这位智者他就说他的声音也好，然后他的声音好，给上脖子也好，声音也好，所以就把它放在前面。那这是什么意思？这比喻是什么呢？因为说维诺唱诵是因为声音好嘛，所以总是坐在前面嘛。所以意思就是说，反正维诺师就在贬损这个维诺师，他只是声音好，声音衣服穿得好就可以坐在前面。所以这个尤其驴子，他声音也不错啊。然后再加上我也把他这个身上穿得很庄严，所以我把他不放在前面，还能放在哪里？不是脖子，就是他的声音，还有他的庄严，所以可以放在前面这样。所以恰美人就说，这个藏那巴这个大师他的这个公案是有意义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自己是有修为的话，就算你坐的位置是在后面，但其实也等于你是坐在了前面。相对来说，如果你没有任何的修持，你的戒律也不清净，那么如果装模作样的坐在了前头，坐在了上首的位置，那么一个有神通的诸佛菩萨见了，其实是看到了你是坐在了最后面，那样的一个人是坐在了最后面的位置。所以下面人需要说的就是说，重点是我们随时要回到自己，反省自己有没有修为，有没有学习，这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去争那个位置的前后。再来，藏传佛教习俗上还有一个习俗，就是说，就是这个道次第的格鲁的一个传统，就是说谁快速的这种传统，他也不看这个法腊或者戒腊，就是总之呢，大家都全部僧众都在门外等着，就是大殿门外等着。然后当纠察师一说好，可以进去，然后大家就开门就进去，然后接着只要谁跑得快，就可以坐在最前面。所以这种就叫做谁快就可以坐在前面的这种做排序方式，快速排序方式这样子。以前我听过这样一个事情，有一些寺院我就不说哪名字，就藏族文化里面来讲，你如果寺院能够
有这种快速排序座位能够做到这样，也代表这个寺院它可是人多的，是大寺才做得到的，觉得很厉害的。所以我就听过有这么一个寺院就是他们就要做这样快速入列的方式，他们就在说有一个柱子那里最前面，谁能够最快到那个位置的话，就会给他一头牦牛。所以所有的僧众呢，全部都在那等着那个门口，所以一说进去的时候，全冲到前面的时候，很多人全都撞的那个头破血流，因为是在柱子旁边嘛，有的是互相撞的头破血流，有的是撞到柱子上也都头都破了。所以这要怎么说呢？有的时候这个我们藏族的文化有时候也真是蛮奇怪的。所以总之讲回来，这里说要安排这种座位，有时候还真的是不容易，挺麻烦的。这个竹巴法王就提到，他就提到说，世间八法就是从这个排位子上、安排座位上发生的，就出现的，全部都是来源自这个安排座位，所以还是不要做这件事。所以从这个藏传佛教历史上，就有很多这样子因为排序座位而发生的这种争吵。别说其他的，噶举祈愿法会上，每一次我们在迎请其他教派的上师的时候，常常最困难的问题都不再是能不能够请到其他教派的上师，常常都是请到他们之后，座位要怎么安排。那么尤其在我们每次筹备会议上的时候，我们都会要讨论，那时候我常会给予一些想法，我们要不就不迎请这些贵宾，如果我们要请他们来，那我们就一定要做到让这个贵宾真的是这个满意。而且尊重他人并不会贬低你自己，相反的，如果轻视别人，然后故意抬高自己，反而是这个叫做反而是让自己的地位落低了。所以我觉得这里的一个重点，我觉得必须要知道的就是，这就是要知道重点。一个重点就是，总之呢，我觉得讲到绿点里面安排座位的方式，我觉得它是最好的一种方式，它是最不麻烦的一种方式，是按照戒腊来安排座位，是比较没有纷争的一种方式。那么接着我们回到内容，说僧伽的生活。那么僧伽的生活是什么呢？最主要就是离欲的，也就是远离各种这种世俗的享乐、世俗的欲望的生活。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过午不食，就是过了中午之后不可以进食。还有要
严禁这种一切世间的各种的娱乐。还有从早上起来之后比如说盥洗，然后整装之后，就要做的就是修行，这就是出家人僧伽的生活。然后比如说盥洗整肃之后，那么就要到师长跟前，然后要复诵这种戒律，然后要忆持下来。那这个过程是什么呢？就是说师长呢，他会口授出这个戒律的内容，然后呢，弟子能够领受，然后要能够领受，然后忆持这些内容。比如说，跟随着师长教了一句，你只要跟随着念诵、复诵3次，所以这是口授戒律，或者口授一段这种戒律的经文，然后我们就要领受，然后要忆持这样的内容。所以能够领受忆持多少内容，你就是得到了多少的这样的一个教授。那同时这个时候你领受、忆持还有思维其中的意思，那这样的过程，这样的就是在听闻跟思维的意思。接着你还要去修持禅定，这就是修持。那么当时如果是佛陀还在世的话，那么僧众们他们就会到佛陀的跟前去听法，去请求这个解惑。那么接着就是在中午之前，那么就会要到这个村镇里面去乞食，去托钵，然后要在这个正午为止之前呢，要吃完。那么在藏传佛教的这些经典文献当中，律典当中就提到这个托钵乞食有很多的功德利益。举例来说，那么就说托钵的时候，我们要从这个一个寺院走到村镇，当然当时也没有所谓我们现在寺院并不是我们现在看到这样的建筑物的寺院，而最主要是这种清净的这样的一个有点像精舍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走到村镇。总之之后托钵呢回来又会走回到这样的一个精舍或者这样一个修持的地方，所以过程需要走很多的路。那这里的好处是什么？就是这也算是一个很好的运动，所以对于身体的健康是有好处的。再来，这个托钵乞食呢，它也是一种持守戒律的一个方式。那么同样在家人看到或者知道，也会觉得说这是我们一般人做不到的，这是一个非常殊胜的一种修持，所以也会觉得这是所应礼敬的这样的一个殊胜的事情，僧众是一个应该礼敬的对象等等。而当在家众有这样的一个升起信心的时候，那么我们出家众他们得到的这个供施那么也得到了清净，也因此他们也能够利益到供养他们的人。然后再来，因为需要透过乞食为生，所以你就必须要行为非常的清净。那为什么行为要很清净？因为你必须要比如说行为非常的庄严如仪清净，那别人看了才会欢喜，就会给予供养嘛。那么同样你也必须要没有我慢，所以我慢也要消除等等所以这有很多很多功德利益在里面。
所以总之呢，出家众的生活，那么这里提到的这一个就是过午不食，然后一日一食，然后午后过午之后就不能再进食。那么依据藏传佛教的文献里面说一切有部的律里面提到，这个僧众过午不食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问说，如果吃的话会怎么样？为什么午后不可以吃？因为这里说，如果午后还用餐的话，容易变胖。那么如果身体这个变胖的话，就会容易造成身体的倦怠、昏沉。那么这样子就会障碍我们的文思，还有修持。尤其我们说要修定的时候，必须要心非常的澄清。但因为如果平时我们如果没有禅修的人，你可能不会觉得这有什么关系，反正平时也没有禅修。但是如果对于你有在禅修的人，你会特别注意，特别知道心的这种清明是有多么的重要，所以也会特别就知道说，午后不用餐会对于心的清明会有怎么样的一种影响。再来，这些文献中也有提到，如果过午不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是，有些人呢，譬如说现在来讲，可能是这种血糖过低，有些人他可能就是会身体发抖，但是这样的人他们是可以吃的。那因为如果说他们这样子身体发抖了，反而会造成了生病了，反而会造成了他们文思修的障碍，所以这时候他们就必须要吃。那么透过了吃，反而能够消除他们这种文思修的障碍，所以这是这样一些特殊的情况。接着，僧众们的生活在午餐之后、午斋之后，他们会去这个信众的家中对不起，在午餐之后，他们会禅修。在直到日落之前，他们都会不停的禅修。到了日落之后，他们就会从禅坐中起来，然后到这个法堂中去集合。集合做什么呢？他们就会僧众互相讨论这个白天禅修时的一些体验，叫做进行这种法谈，或者说他们会前往去请教他们的师长。如果说当时佛陀也在附近，他们的这个附近的话，他们也会到佛前去请法。所以总之，当时僧伽的生活就是什么呢？可以说就是叫做圣默然，还有法谈。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平时其实我们就是不停的在说，不停的在说八卦，不停的在说世间的这种八卦。但是这里僧众的生活就是默然，不说话，然后或者说就是法谈，做这种佛法的谈论。所以他们没有谈任何的这种世俗的或者政治的各方面乱七八糟，他们都不谈，要不就是不说话，要不要谈的就是佛法的内容。然后这个结束之后，然后他们就回到自己的精舍或者说僧房，就会继续的坐禅修持，那么直到他们这个就寝。所以这就是原始佛教的时候僧众他们的一天的
每天的日常生活。所以总之呢，僧众的一切的生活的作息都必须遵守着这种戒律，也必须符合这种规定。而僧伽的主要的事情，或者说主业是什么？就是修行，就是修持。什么叫做修持呢？什么叫修行？也就是说，闻思修，就是透过这种闻思修佛法，然后能够证得这个果位。而且这个比丘是更为精进的，受了比丘戒之后，比丘是比其他的僧众更为精进，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得到这种涅槃的果位。所以可以看到过去的僧众就是这样子的生活，然后精进于闻思修。那么好，我们这里接着休息30分钟。接下来要讲一下结下安居的部分。那么什么叫做结下安居呢？就是佛陀和当时比丘们，他们时常呢会这个出远门到各地游行，或者我们说行脚游行，所以他们很少会长久的住在一个地方。所以因此呢，这种间歇性的可以说迁徙、行脚这样的一种方式，也是修道的一部分。那后来在西藏里面很多的这种修行者，也都是这种游行的方式在各处修行。像是弥勒日巴尊者就在很多这种隐秘的山间修行。所以我们看到在原始佛教的时候，当时佛陀在世的时候，佛陀自己也好，或者说还有他的比丘们，也都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行脚迁徙的方式然后作为一种修行的方式，而并不是长久的住在一个地方。但是呢，印度的每年有雨季，那这样的雨季呢是有3个月。那么这样子的3个月，就是6月的，我们说一般我们会说是前夏那么就是6月16日到9月15日这样的3个月。所以我们说这个叫做前夏安居，或者叫前安居。所以如果这样子这3个月没有办法做到夏安居的话，就会是后夏安居，也就是7月16到10月15。总之，印度的雨季因为有这样子的3个月雨季，所以僧伽们这时候就会进行这样3个月在一个地方停留下来的做结下安居的这样的一种仪式。那么由于现在很多各个寺院你们正在结下安居，所以我想这里就说明一下结下安居方面的一些内容。那么有关
解下安居有一些重点，其中首先是我们一般说这个下安居有分为前跟后，也就是前安居跟后安居。那无论是哪一个时间做安居，那么依照佛制的戒律，那么都需要安居3个月。但是现在有一个情况，就是在藏传佛教大部分的寺院，大多是只会做结下1个半月。那么这样子只做1个半月的这种结下安居的这样子的一种形式，它是有任何的经典文献的依据吗？那么一般来说，我们看到在这任何结下安居的仪轨或者这样的戒律当中，都提到是要3个月。但是里也有提到说，如果遇到特殊的情况而无法住满3个月的话，也是可以开许的。那么在藏传佛教的这个说一切有部这样的叫做律经根本颂这样的一部典籍当中就有提到，在结下安居之后，那么这时候如果有这种斗争的这种比丘前来的话，那么这时如果已经完成2次或3次布萨之后，那么就可以做这种自就是解下的仪式。同样还有一个鲁本却给先年，也就是对于这个律经根本颂的一个注解。这个印度的这个论师在他的这个注释本当中解释到说，在结下安居开始之后，他也提到，然后在举行了布萨2次或3次之后，那么在初1或15某一日，然后就举行自仪式，也就是解下这样的仪式。那么如此，那么就仅是完成了3个月安居的一半，也就是1个半月，或者只是完成了2/3。因此，虽然一些外在的因缘而没有办法完成3个月，但还是能够得到下安居的功德，有这样的说法。那为什么有这样的说法？因为我们看到在律经根本颂它的一个字数当中有提到说，有句话说，因为世间话说做一半也是做，而圣者的说法是大部分如果做到的话也是做。所以就像这里注释本中提到，如果能够做到下安居1个半月，或者说2/3的时间下安居的话，它也是有功德的。那么同样藏传佛教当中很重要的戒律的文献，像是这个大海誓，从那瓦大师所写的大海誓，还有点敦珠巴大师的人谦这个真曼讲真曼誓，还有第80噶玛巴的注解大日坛城，这几部论点当中也有提到，当如果这个僧团当中如果有这种争斗的比丘前来制造障碍，或者说在解下安居的时候突然可能缺乏食物，或者说这种缺乏了这个医药等等这些时候，结果造成了没有办法继续生活，就是没有办法继续结下安居的话，那么
那么也是可以这个离开的，就像解释上面所说，那么就可以在初一或15的某一天举行这个解夏自治的仪式。但这里的重点是什么呢？就尽管如此，因为上面都提到是遇到困难，就是特殊情况才可以有这样的开许的，这都可以从上面引经据典可以看到，都是这样来说明。一般来讲，基本上并没有说有这样的，如果不是上述的情况，就是你传统解夏安居3个月，但是却只有安居1个半月，就自己举行了自治仪式，这样的说法在经典当中你会看到是没有的，就是在没有特殊情况之下，本来是解夏安居3个月，但是却不知道什么原因，然后就反正某种传统，结果只有1个半月就解夏了，就自治仪式了。这样的说法，我在经典当中是没有看过的。一般来说，这里就谈到解夏就是自治仪式就有分为即时的自治、临时的自治，还有会众自治这3种。那么什么叫做即时的自治呢？或者说解夏呢？也就是说，当我们说解夏安居开始，比如说从5月16日开始，那这时候它的自治日解夏日结束的日子就必须是在8月15日。那么如果说你是后安居才开始，那么就是6月16日才开始做夏安居解夏安居的话，那么自治日就是解夏日呢，就必须是在9月15日，就那一天要结束。那么如果后安居是从7月16日开始，自治日就必须是10月15日结束。所以总之，这种很确定日子举行的自治的仪式，这样的情况就叫做即时，它有确定时间的这种自治的仪式，这种叫即时自治解夏的，就是一种。那么这里有叫做前夏，它也有分为是说从5月开始还是从6月开始，有这样不同的说法。但是这还是有待多做一些研究的。那么按照上座部的原始佛教南传似乎是从6月开始。那他们的萨嘎达瓦算是藏历的3月。那么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夏天最长的那天是哪一天呢？通常是在这个前夏的时候会遇到。现在我们常说最长的夏天最长的那一天，通常是在6月。那如果是6月20几号的话，那通常大概是藏历的5月。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依照这个提早1月来做这个解夏安居的话，也符合这个南传佛教等等。那当然这还要再多做研究，因为我觉得这个跟律典很重要，因为当我们的这些行持符合这个戒律的仪轨的话，那么我们说佛教它就能够注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再来第二个，总之自治第二个叫做临时的，或者说临时的一种自治它指的是什么呢？
也就是前面我们大概说过的，就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之下，你没有办法，僧众没有办法完成3个月的结夏安居的话，因为正常来说，结夏安居是需要3个月的。但是，一些特殊的情况造成没有办法完成3个月。那么这时候该怎么办呢？那么也就是在完成了2次或者3次的布萨之后，那么接着就在初一或者15日的某一日举行的这种自治解夏的仪式，那么这种就叫做临时的自治。所以一般来说，就像前面的及时的有确定日子的自治仪式，通常是3个月的之后的那一天。但是这种及时临时的自治仪式会通常都是在初一或15日所举行。再来第3种叫会众的自治，那这个在根本说一切有部的毗奈耶随意事中有提到，若比丘住处在于旷野远处，恐怖难起，未损命等。然后总之呢，突然呢发生了这种很恐怖的事情，他们很害怕会伤害自己的生命。那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也就是正在做结夏安居嘛，突然有这样子害怕危害生命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赶快要逃命嘛，赶快把东西这个收起来。所以这时候比丘之间互相就会各相报约哦，互相的说哦，现在哦这个今15日是随意时哦，我等既有急迫难来，不得随意。随意就是指这个叫自治，也有翻译叫随意哦，这是解夏叫随意。那任情散去吧，后当如法再做随意事。就是说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再做这种随意事。若有如是等缘来至，一时即起，并皆无犯，有这样的说法。所以这种第3种就叫做说，因为这种特殊急难情况之下，未来再做这种自治，这样也是可以的。所以它叫做会众自治，它指的就是因为在这种急难的情况之下，没有办法做自治或随意这样的仪式。所以在未来，如果能够在会众聚集的时候再做这种自治，所以这种就叫做会众自治。那么临时自治和会众自治的差别在于什么呢？那么基本上，他们两者共同处都是本来应该是3个月的，但是结果都是因为碰到了特殊的因缘，没有办法完成3个月。那他们的差别在于什么？差别就在于说，临时自治呢，它是在时间上已经完成了2次或者3次的布萨，然后才在这个初一或15日某一日举行自治仪式。所以这个临时的自治，它是有做自治仪式，它不是像那个会众自治，连自治仪式都没做，大家就散去了，不是的。那么会众的自治，就像刚刚说的，你有没有做自治都没有关系。所以就像今天还在结夏安居，明天突然遇到一些特别为难的时候，不做自治也可以散去。所以会众自治呢，在时间上是没有特别的限制要求，甚至也不需要去做念诵这种自治的仪轨。而且比丘散去的时候，只要这个口说互相报说未来有机会我们要做这个自治，就是随意事，这样就可以了。所以以上看完之后，我们大概有一个结论，就是说，如果不是特殊的原因，都可以清楚知道说，结夏安居它必须是这个
3个月的时间的，它必须是这样的时间的，它是没有一般说就是你可以没有什么特殊的语音源，没有特殊的理由，就结果我说我1个半月就结束是没有的。所以以前我们在祈愿法会上的时候，就对于这个3世，就是布萨、解夏、自下游进行讨论。所以当时呢，我们就对于解夏安居3个月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就进行讨论。所以从那个时候，很多寺院就开始实行了3个月的解夏安居。所以我觉得当时大家就开始这么做。我觉得这是一个言出必行的这样的一种大家真的落实我觉得这是代表了我们对于佛教的根本，也就是3世就是布萨、解夏、自治这样的一个戒律的一种重视。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随喜和赞叹的事情。如果未来有寺院，如果你们情况允许和方便的话，也能够做解夏安居3个月的话，那是非常之好。所以这是附带提到的。接下来我想谈一下有一个前安居跟后安居。那么什么叫做前安居跟后安居那一般来说我们要做的是前安居，是不承认这个后安居的，除非特殊的情况是，如果前安居没有办法做到，那当然就只好做后安居，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但如果又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结果连后安居也没办法做的话，那也不会有这个完全不做下安居的这个过患。因为佛陀呢会认为说你已经努力过了，但是因为特殊的因缘做不到，所以这样也是没有过患的。他并不会说你一定要给我做到为止，并没有这样的一种强迫性，所以他也会说你如果尝试过，但是又是一些因缘没有办法做到的话，这是没有过患的。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如果你到了一个地方，它完全没有比丘，它只有沙弥的话，比如说这样的地方你也是没有办法结下安居的。比如说有很多这样的一些例子，所以如果这样的情况之下没有办法做下安居，这也是没有过患的。所以以上刚刚我们这里谈到的一些内容，主要是依据了藏传佛教的说一切有部律的一些文献的说法。那这里我们讲一下，再回到这个结夏安居那为什么说会有这样的一种仪式开始？那么就像前面我们谈到，佛陀他是这个常常会在各处去行脚、去游行，跟他的比丘们常常走着走着，可能就在一棵树下休息。不像现在我们说会有什么寺院住在里面，或者走一走到了一个大寺院里面没有的。而接着我们说到印度有雨季，那个时候雨势是非常的大的，而时常也会有造成河水泛滥，所以当时出游就会变得非常不方便。而且因为呢这个雨势丰润，所以呢这个草木也茂盛，就造成呢到处都是这种虫蛇这种横行蚊虫都是非常的多，所以有可能会被这种虫蛇呢咬伤。比如说可能僧众走着走着不小心也踩伤这些虫蚁，所以为了避免这样子相互的一种伤害，所以呢佛陀就规定僧众们在这样的雨季的3个月里面不可以出外这个行走。
现在呢，我们在大家结下安居的时候，其实没有特别的感觉，因为我们平常都住在寺院里面，因为平常我们都安居着嘛，所以现在又还要再叫你安居3个月，你也没特别觉得你安居在什么有什么不同。但是佛陀那个时代不是这样，你可以看到原始佛教也好，佛陀在世那个时候，因为平常他们并不是安居在某个地方的，他是不停的在迁徙，不停的在游行行脚的，所以这3个月安居对他们来说，哇，是可以这样子很放松的、安心的停留下来，是很特殊的。他们有一种特殊不同的感受的。所以像我们现在，你说我一直都住在这个寺院里，现在又要你说你在这寺院继续住3个月，所以你不会有什么特殊的感觉。但以前听到下安居的时候，跟我们现在是不同的感觉的。一般来说这种下安居，它不是只有佛教才有的这样的一种习俗。这种传统其实在其他宗教当中也是有这种安居的习惯的。印度的学者一个叫戈耶尔，他就有提到说，下安居其实是婆罗门，还有叫做耆那教，还有佛教，是这3方面，是这3方都共同遵守婆罗门、耆那教，还有这婆罗门，还有这个耆那教，还有这个佛教，可以说这3个宗教都共同可以说遵守，也都很重视的一种传统跟习惯。所以这个安居很重要，就像刚刚提到过，这3个月当中，僧众们会安居在一个地方，然后呢，完全依靠在当地的信众施主们的供养而生活。而那当然，因为僧众们他们也没有做任何的工作嘛，他们也没有办法有任何其他的这种收入，所以都只能靠当地的信众的这个供养而为生。而这时候，同样呢，当地的大众呢，他们也有得到很大的这个收获。为什么？因为他们也能够透过这3个月的机会，能够跟僧众学习佛法。所以在当时来说，结下安居的3个月，可以说是出家众跟在家众之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可以说一种紧密联系的一个桥梁是一样的。那平常呢，可能僧众跟信众之间并没有那么紧密的联系，但是这3个月当中，它有很多的互动，有更紧密的这样的一种互动。所以这是这位印度的学者，就是戈耶尔，他这样子的他的一个看法。所以总之呢，在印度雨季的这几个月中，僧众们他们就必须要停止这个游行的，停止这种行脚。这里提到游行僧众们，你们大概也知道，我们在接下来就结束的之前，我们会有一种形式大家会绕行寺院，大概可能几公里，但不是这样子绕行寺院几圈而已的。过去来讲，这游行是真的，我从一个地方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去，根本没有什么寺院的概念的，就是我从一个地方真正就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去。这部分内容我们之后后面还会再提到一些。总之，僧众们当时就是到处这样子的游行的。
所以雨季的这个时候就停止这样的一种游行，然后要找到一个可以安居的一个地方。所以因为这样的一种习惯啊，就让这种定期的安居就成为了所有这些游行的僧众们每年可以说共同可以说聚在一起这样的一种传统。那么安居的时候比丘还是要靠起事为生，所以如果他们上安居的地方如果是太遥远的话，是没有远离人群的话也是不行的。所以上安居的定居的场所还是选择是在邻近这个城镇或村庄的地方。再来，由于这个定居的这个安居的这个场所它自然条件的一些不同，所以它有分为两种，一种叫做阿瓦萨，一个叫做阿拉玛，一个叫阿瓦萨就叫做住处，再来阿拉玛就是陵园。所以这都是当时下安居的大概是有这两种场所，一种是一个住处，那一个是有的是在一个叫称为叫住处，那一个是一种在陵园里面，大概是这样子。那么在一开始呢，结下安居的这些地方，它也还都只是这个结下安居僧众们暂时的一个场所，不像是我们现在一提到僧众在的地方，感觉就是寺院嘛，就是他们永远住在的一个地方。但以前不是的，结下安居都是他们暂时3个月，只是暂时在那里。但是久而久之，因为可能僧众们不停的常常在那边一直做结下安居，所以慢慢的那个地方在那边，因为又有这个布萨呀，然后又有自啊，又有做这个加西纳这样子的各种的宗教仪式，因为有这样的结下安居这种集体生活，它有许多这样的仪式在里面。所以而且这样子的陵园或者住处也有他这个地主或者管理的人，他也慢慢他会引请这些僧众又再次的来到这个地方。所以总之这个地方慢慢僧众也都聚集在这里，也接受信众的供养。那么所以原来规定的这种起食也就不再需要了，所以所居住的这个住处和陵园慢慢就变成了这种半永久性的这种安居地。虽然是这种半永久性的类似永久性的安居地，但尽管如此，它还只是一个独立的结界的一个团体，还不是现在像我们知道的这种寺院这一个像我们现在知道这种有组织的一种寺院，并不是。所以它就只是一个独立的，就是因为它是为了要做结下安居的这样的一个独立的，然后结界，因为这个范围之内做这样的一个仪式的，这暂时的这样一个地方而已。那刚刚讲了许多，我们看到僧众的生活这样是过这样的生活很辛苦好像要这个去过午不食，然后要托钵乞食，然后3个月又这样子结下安居，然后才稍微有个地方安居下来。
但其实3个月安居下来的地方也是只是一个暂时的等等等等。那可能我们会觉得哇，为什么要这么样的可以说辛苦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呢？其实目的就是要做到一个叫做少欲知足，也就是只要有一点点的食物，只要有够穿的衣服啊够温饱的食物等等够温饱的这个食物跟衣服等等，那么这样就可以了。就是能够做到少欲知足，然后精进在修行上。所以这样的生活呢，它的目标是很清楚的。所以目标是非常清楚的。我之所以选择这样的一个生活，就是为了要做到少欲知足，能够精进于修行。而同样，这样的生活，它就是简单跟朴素，它不会占用太多的时间，浪费太多的时间在其他事情上，而且它也非常的明确易行。那么，当然现在我们在看到所谓的戒律，好像非常非常复杂，非常的细节。但其实你可以看到，在原始佛教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戒律是很明确、很易行的，也没那么复杂的。甚至很多后来我们现在的戒律，也不是佛陀他亲自所制定的，甚至是慢慢很多的这些慢慢印度后期的这些祖师们等等等等甚至是可能慢慢一些寺院的很多的慢慢的寺院的规矩制度传承下来。总之，现在也会变得有些这些规矩制度变得很复杂，变得似乎不太容易去实行。但是我们看到原始佛教那个时候，很多的这些戒律修持，它是非常明确、非常易行的，不复杂的。然而呢，那样的生活，它却避免落入那种就是连基本生活条件都失去，譬如说，就是太苦的那种情况也是避免了。譬如说，苦到这个连身体都完全没有精神、没有气力。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根本没有精神再去闻思修佛法。但另外一方面，你也不会落入到过于的享乐那一边，所以同样这边你也不会太落入到这种连基本生活都失去的这种太痛苦的这一边，像是婆罗门啊或耆那教，他们就有这种苦行修行法，所以不落入两边的，这就是当时的僧众们他们在切实奉行的，就是佛陀主张的这种中道的，可以说是生活的原则。接着呢，要谈一下就是僧众的布萨还有自治的部分。
那么我们说三世当中，一个就是结下安居，再来第二个就是布萨，再来就是自治，或者要解下，或者要随意哦。那么当然，我们这一次就比较是一个简略的介绍概说，没有办法细说到这里面的细节该怎么去执行。但同样这一次的讲说是希望从这个现在学者一些研究的讲说角度，还有也配合了藏传佛教里面传统的一些讲说方式结合来说。那么首先布萨啊，那么就像去年课程有谈到，这个印度文化里面这个婆罗门教，他们有一个情况就是说，他们觉得祭祀是万能的，就反正什么事情都能透过祭祀来解决，所以这是当时的婆罗门的思想，所以他们的祭祀仪式形式变得越来越复杂，因为他们觉得祭祀是万能的，所以他们接着各种的变得越来越这种形式主义。所以佛教可以说就是针对于这种祭祀是能够解决一切，是万能的，还有这种形式上的这种形式主义是持反对的态度。所以佛教当时的兴起，就是很强调这种务实的修行方法，不重视那些是怎么样祭祀祭祀天祭祀什么的，他不重视那些，他真正重视的是务实的、切实的自身的这种修行方式。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佛教能够在当时兴起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当时的佛教当中，其实是并不实行这个赞颂还有这种祈祷还有这种供养天神赞颂礼拜等等。但我们现在看到在密乘里面是很多的，但是在你看原始佛教或者在佛教兴起的那个时候，原始佛教的时候，是婆罗门教是很重视这种祭祀赞颂祈祷礼拜，但是佛教当时是持反对态度的，因为佛教当时重视的是实修，是解脱，唯一的重点只有要务实的修行，强调的就是个体自己要真正精进的出离跟努力的修行，这是最重要的。而在那种形式上呢，并不是特别的重视。总之，那所谓的仪式形式，就是反正那种没有像那种婆罗门教那种祭祀的形式。所以你可以看到，像佛教的受戒仪式吧，过去来讲是很简单的，简单又明了的，不像现在我们要受戒，有时候变得很复杂。这我们之后还会再提到。所以在开始的时候，受戒的仪式是非常简单明了的。所以真正最重要的，其实佛陀要求的是什么？其实要求的是僧人们能够自省跟自律，还有重视的是僧众之间要互相的帮助，要互相的去鼓励，互相的策励对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所以我们在看到很多戒律的这些经典文献里面，会一直在看到佛陀说召集大众集会，然后大家一起做这种结魔仪式或者做这种总之这种集会就是互相之间的讨论，互相之间的策励，互相之间的这种反省等等所以
这是为了达到能够让僧众们能够自省自律、相互策力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这样的一个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能够聚集僧众，最重要的2个仪式，一个就叫做布萨，叫做波舍达，这是梵文，布萨是梵文的音译哦。然后第2个就是字，这就是意义了。那首先第一个，什么叫做布萨呢？那现在寺院当中也还是有布萨的这种仪式的。那简单来说呢，其实布萨最开始也不就是佛教先有的，其实在婆罗门教里面就已经有的一种仪式，而是佛教之后就采用了婆罗门教的一个仪式的。那么依照之前说过这个印度的学者格伊尔，他说佛教里面的举行的布萨的习惯，其实以前是没有，最早是婆罗门教有，但佛教什么时候开始呢？是当时有一位叫频婆娑罗王，他建议之后，佛陀采纳了，而制定了这样子的佛教的布萨的仪式。而且这位印度学者研究之后还发现说，在最开始佛教在这个布萨的仪式上会念什么呢？主要会反复的念诵那些佛陀最主要的一些教导。那这比较细节我们之后会再提到。所以刚开始是大家会念诵佛陀最主要的一些教导，像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等等。然后之后，因为僧团成立了，然后慢慢佛陀制戒了，所以这时候的布萨就反复念诵的就不只是佛陀主要的教导了，反而是就开始布萨要念诵的是僧众要背诵这些戒条了。同样也是僧众要聚集在一起，然后要为了不要忘记这个到底有什么戒条要持守，所以作为复习跟一种提醒，所以要不停的要反复背诵。然后同时过程中如果有任何犯戒的，也要这个叫做告白，然后忏悔，然后这时候也要接受大众的这种譬如说是进行处分，或者接受原谅，或者说叫做破门，就是或被开除，或者是大众要令他们做这个忏悔等等啊。所以布萨在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那么布萨的时间来说，一般来说每月当中有6次的布萨日，这不只是佛教这么说，那么在其他的这些宗教当中有这样的说法。那么就是上半月里面来讲有8日、14日跟15日，下半月里面就23、29跟30，那这也称为叫就6斋日一般。那么在密乘里面，总之呢，这样的一个6次的布萨日不修是佛教才有，所以当时呢，这样的布萨的日子那么很多信众他们会特别来到这个精舍，那么就像是这个
西藏的传统，很多这些特殊的日子啊，那么他们会到寺院去朝圣，类似是这个样子。他们会说，哦，这是哪一天呢？这个第四天会到这个人世间来来观看，这个我也不太记得了。所以总之哪一天会有哪一个天神下来，哪一天呢又是哪一个佛菩萨又下来了，哪一天又是哪一尊天神会下来。总之各个日子都有一个日子，然后呢特殊的日子会到寺院去。总之就在这些特殊的日子，比如说这里提到是这种布萨日，布萨日的时候，这些信众就会到精舍去，然后这时候的僧众就会为这些信众们传授五戒，为他们说法。那么如果是比丘的布萨的话，就是每个月会2次。那么这位印度学者来说，那么在布萨日的前一晚的夜里，那么这时候比丘们会聚集在一起，然后会念诵这个波罗提木叉，就是会念诵别解脱经这样子。那么在藏传佛教的戒律的律典的文件里面来看，举例来，里面提到说，如果明天要做这个布萨仪式，那么在今天傍晚，所有的比丘都要聚在一起。他们要做什么呢？都要聚在一起讨论，对于这个阿毗达摩论进行讨论。那这里我有一个疑惑，就是说，这里现在很多学者都在说，这个阿毗达摩呢是在这个叫做部派佛教的时候才有的，所以这里说要讨论阿毗达摩，所以或许这可以就是之后才有的一种说法。所以总之藏传佛教的律典里面是有这么提到，就是所有的如果明天要布萨，那么今天晚上所有的比丘就要聚在一起，对于阿毗达摩进行讨论。所以总之呢，所以由于每月有2次的布萨，所以这样的讨论也会有2次，所以是很被重视、受到重视的这种佛法讨论。那么接着到了黎明的第一做法，就是这在什么时候呢？大概是凌晨2点大概过后，这时候就要开始布萨。那么按照说一切有部律，那么就是如果佛陀在的话，这时候就会首先佛陀要进入这个布萨的会场，如果佛陀不在，那就是长老，那么进入到会场举行这个布萨的仪式，主持布萨的仪式。那这时候沙弥是不能进来的，沙弥都留在场外等候，所以只有比丘在这个会场里面，他们要念诵别解脱经，然后进行这个布萨的仪式。那么别解脱经里面因为记载了比丘的像253戒，所以可以说它是整个这个戒律的一个根本哦，所以他们是背诵下来的，他们要背诵。那么这个别解脱戒是不是在佛教一建立时候就有别解脱经呢？是并没有的，因为佛制的戒也是从一点一点开始建立起来的，不是突然一开始就有这253戒，或者一开始就有整个别解脱经的，并没有的。所以刚开始僧众们在做这种布萨，在念这个是这个别解脱的时候，他们要念的并不是很多。那他们要念的有什么呢？比如说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淫逸，是诸佛教。然后还有
生的律仪为善，语的律仪为善，心的律仪为善，然后一切律仪善，然后一切行持一切律仪的比丘就能够从一切痛苦中解脱，等等等等，会念诵这样的内容。这是最开始的时候会要念的。但是接着随着这个佛制的知戒越来越多，所以慢慢别解脱经呢也就愈趋可以说完备了。那么也因此后来就成为了要念诵别解脱经这样的一个传统。所谓的念应该是背诵，就是要背诵这个别解脱经的传统。因为重点是你要背下来了，因为这是你要持守的戒嘛。你不能够说我要看什么这个经典，本来应该是说在佛陀那个时代，应该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写在这个纸上吧，大家可以看到并没有的，甚至还没有落于文字，所以那个时候都是口耳相传的，所以都只能透过背下来。所以背其实是好的，因为对于他们来讲是有好处的，因为你不管到哪里去，你都可以记下来，你都可以背下来，就算身边你没有任何的经书，没有这些，你都马上能够知道说我什么该做，什么不能做，你都能够很清楚的知道。那么接着比丘们在念完背诵完这个别解脱经之后，那么这时候沙弥就能够进入到会场。那他们要做什么呢？那么因为他们是15日做一次布萨嘛，布萨是每15日做一次，所以他们就要对于在这15天当中他们做了什么样的犯了什么样的过错，他们要进行忏悔，要完全发露忏悔，要说出来。那如果说没有做任何的犯错，那么要说出自己的清净之处，要说出我没有犯错，你要这样子说出来。那这就是沙弥的布萨。所以比丘的布萨是要念别解脱戒，那么沙弥可以说就是要这个进行忏悔或者说清净这样子。那么当然最好布萨的时间就是黎明的第一做法，如果没有办法在第一做法时举行，那么就是在第二做法。黎明第二做法大概3点半的时候，凌晨3点半时候举行。如果凌晨3点半也没有办法举行布萨，那什么时候举行？就是在最后一座，大概是早上5点，这时候举行也是可以的。有这样的一些佛陀有这样的一些制定。那可能你会想，这么早起来要举行这样的布萨仪式是为什么到底？什么凌晨2点3点起来做这个布萨是为什么呢？这原因是为了避免这个在家人前来的。因为如果再晚一些，甚至到了中午之后，因为很多的信众就会到这个寺院来，那么就像现在的用词他们会来这个朝礼寺院啊，他们可能会来这个要打斋啊、供养啊等等，所以他们会希望是在家众还没有来之前能够做完布萨。为什么要避免让在家人知道看到？因为僧众们这时候都要说出来自己的过错嘛，所以这时候如果在家人在外面听到的话，听到说出家众的过错，他们会说这些出家人也做这些事奇奇怪怪的犯错的事情。那这时候如果在家众在旁边听到的话，就会想说出家众也这样子，也这个样子的话，那可能会失去信心。所以为了避免这个让在家众这种失去信心所以说尽量在他们来之前就
就能够举行完布萨。但是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那么，但是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如果这些人在教中他们不会升起偏见，反而能够升起更大的信心的话，他们也可以观看布萨。不确定这是在指这个迦尼色迦王呢，还是指这个频婆娑罗王？之前是有这样一个公案的，就是总之在有一次僧众们比丘在做布萨的时候，总之当时这个阿难呢就不让这个有一个国王来了，忘了是哪一个国王，反正阿难就不让他进来。那时候国王的他就说了啊，我们一辈子我们的这个过错，我们都隐藏着不敢说。这些比丘们每15天的过错，他们都愿意这样子说出来，没有隐藏的说出来，真是太了不起了。所以这个国王他反而没有，他不仅没有升起偏见，反而升起了信心。所以当时有这样一个特殊情况，所以佛陀就对阿难说，如果有这样的人不升起偏见，能够升起更大的信心的话，他们就可以观看布萨。所以有这样一个公案。以上都是藏传佛教一个说一切有部的一些特殊的说法。我想今天呢，大概就先讲到这里。